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5月22日。以赛亞書43章第1節安尼講：毋免驚，因為我已經有救贖你，我有叫你的名呼召你，你屬我。咱三個來祈禱。救贖甲呼召阮的天父，阮感謝你。主啊，你佇萬民中揀選了阮，佮用你的囝耶穌基督來救贖阮，互阮會通脫離罪惡甲驚嚇的捆綁。我要深深獻上阮的懊惱甲感謝。主啊，伫這人人充滿不安的時，你對阮講：毋免驚，因為我已經有救贖你，我有叫你的名呼召你，你屬我。感謝主，你予阮知，阮屬佇你，也確信你是救贖阮的主。因為安尼，阮也要受你的呼召，佇這個世代來做光做鹽，來影響阮四周圍的人，也通榮光你的名。祈禱懇求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願主幫助咱每一天，攏會通榮光伊的名。